神若幫助我們，誰能敵擋我們？神若幫助我們，還有什麼說的呢？神既不愛惜自己兒子，為我們眾人捨了，豈不也把萬莫我他一同白白賜我們？神若揀選我們，誰能控告我們？神若揀選我們，誰能定我的罪？基督已從死裏復活，現今在神右邊，替我們祈求，誰能敵擋我們？誰能使你我隔絕？難道患難困苦，逼迫飢餓赤身露體，或危險？